今年来到俩，迄里面还有几道鱼伫遐泡，也很多白皮了，迄特别咧少数还留有历史建物的地方。然后因为几道时代剧是有这个时代的场景，所以很多时代剧都伫遐泡。带大家来看看，也还有青岛神奇的事情伫遐发生，比方说台北电影节啊，也驻点在这，然后也有很多戏现在也有在这里拍摄这样，因为要重新搭所有的场景太花钱了，所以在现地改建是比较可能的做法这样。我们人造成的话，但有一些很有趣的插画，很素人感很重。然后曾经在这里，我们有办过，在戏里面就是办的，就煮大锅菜在这里拍摄，就是很多喜宴的桌子，然后请客这样，在这里煮过菜这样，对，这一个广场。其实不拍戏的时候，我是不会来的，因为太可能不在戏里的话，就觉得这里有点观光这样，而且平常工作的时候实在太常来了，所以来这里不会觉得是放松的。然后前面有一出客家电视台戏，很多中眼上底下跑，然后我记得那场戏是国语教学，就是要教那时候不会讲华语的人学 ㄅ ㄆ ㄇ 注音符号，然后那个是一个成果验收的舞台，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年代的戏，都是某种程度补足我对于台湾史的认识。例如说日治啊，国民政府来台啊，很多不同历史的变迁。也不尽然都是愉快的回忆啦，也有在这里被破口大骂的反正就是这些戏剧经验都让我就是都留在我的身体里，所以这一条短短的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角色，然后不管是角色的还是我自己生命本身的，都在这条短短的路里发生了，然后古今交错，它有点像是有一个细胞膜，那种古代跟现代互相渗透的感觉，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这样的场域。